那波5公分长，那尾端有一点点塑胶线呢，塑胶管呢，然后两个要像 X 这样交叉，然后要拉回来，交叉以后要拉回来，然后再各自扭，把它扭紧，扭紧以后要缠绕那个洗丝焊洗丝啊，很细的哦，大概比平常那个焊接的洗丝还要细哦，洗丝嘛，焊洗丝啊，金银铜铁锡那个锡啊，焊洗丝，把它像绑线、绑绳子这样缠绕，然后再用打火机烤，那个锡丝让它融化，再用热收管放进去，用打火机烤那个热收管，它就会密合。这样。